眼看不清，烦恼嘅水太滿地。摩嘎摩沙，摩嘎摩沙，摩多摩嘎摩沙摩嘎摩沙，摩嘎摩沙，摩多安摩嘎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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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谈到了冇干冇晒，实在冇干冇晒，了小朋友实在很定印象哦。今年哦，除了小朋友哈，来自新竹关系哦，还有大朋友们很爱新竹的乡亲，是安尼客家创作歌手汪子宪哦，记得做了一种童谣哦，哇，特首歌曲都当好听，地都没有瑞台作品哦，所以今年非常的荣幸，绕墙到记得在节目当中，让所有收看福喜来的观众朋友大家来分享哦。好，今时来介绍安尼客家创作歌手。俩金光闪闪的汪子宪阿宪姑。Hello， 大家好，我係大朋友阿憲姑哦，汪子憲，很久冇來撈大家來見面。哎呀，你也都冇閒吼，因為做音樂，又做爸爸，還有出國去聊。冇啦，出國去表演啦，有時間表演，有時間去聊啦，係啦，全部啦。嚇，東山忙啦，嗬，生活地都是當到靈感做在創作。香港呢，來介紹今日當電影社到冇咁冇細嘅小朋友，首先來分享怡興。大家好，我係楊雨欣。啊，很電影社個嗬。接下來呢，我哋來分享叢林。大家好，我係楊叢林。我哋兩個唱寫是有啲歌手們嘅準備。大家好，我係龍正豪。頭先談幾多唱歌嘅時間，我應該你唔會緊張啦哈。你下動看到應該動緊張。有辦？一直出汗這樣子。咋？哎，你咩眼叫冇看到？我們冷氣好像不是很冷。用小扣。哎，小朋友當定一下，家下唱歌會緊張嗎？唔會，有點啊，有點會緊張啊。遲到自家唱嘅要好嗎？唔啲。哎呦！唔對哦，該問子軒哥哥，記得唱嘅要好嗎？我遲到記得唱嘅動好啊，記得動電音社啦。我遲到聲音哦，唱歌，唱記得了張顏色，唱歌唔係重點唔係唱到極好，係了張演技嘅感覺會表現出來。動順境，動電音社，好，再次幫你的掌聲鼓勵。咁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哈。有人錯人不水，唔聽冇人嚟卡手。你上節目會水唔聽嗎？唔會，當期台下。好，我聽講嗬，每個台咧以後愛做歌星嘅啦，愛做表演嘅藝人啦，喺度做設計師啦，嗬，大家都有夢想哦，當好哦，嗬。咁到底家下從來冇干冇使係乜嘅意思嗎？冇干冇使係乜意思啲嗎？易興啲嗎？唔對，從睇了子軒哥哥冇人講乜嘅，冇干冇使是什麼意思？你談唔先？不知所措啊！忘記了。忘記了。就是從過嘅時節，然後佢就教佢哋，然後佢就是一直附送，後來忘記了乜嘅，全唔記得咧。係哦，該老記得強下來練唱啊，喺個錄音嘅時節，你覺得會當困難嗎？其實一開始因為你唔熟悉嘛，佢哋唔熟悉，我是看到我是一下當起過係帥哥啊，來佢哋學教啊，叫興佢哋是唱歌本愛彈，因為我好早時間你經驗是想來做一種專輯的關係嘛，所以你是都學教去請校長啊，請主任啊，然後佢哋講你的想法，所以佢哋是請學校裡面有意願的小朋友來甄選。請大家來 audition 咁樣。係啊，佢哋是向佢哋從客家歌本愛彈啊。哦，係講到咁樣進前吼，當然就嘛要有進前時有咁嘅想法，有咁動機嘛吼。大家看咧，同氣關係、同趣關係，兩擺話按兩名嘅安定一下。其實同趣關係哦，又有一個諧音像強下關係。哦，朝大家強下來關係了呀。關係了解名哦，關係聽起來有點像關心，
所以穷海惯性、同区关系、同区关系这样子。所以很多这张专辑其实它也有一些是 any 讲的哦，声音的上映啊，惯性的声音的上映，然后 any 性质的上映，像 any 礼拜做的歌曲全部会捞 any 惯性有关系嘛。像还有 any 新的重重音，除了爱新中音啊，阿婷美新中音啊，陈伟如、邱连青，佢都美新中音，所以係一種made in 新竹。新竹制造啊，关西制造，到那边重做。其实想要记录一个，我记录一家记录小朋友到那家事件，记录有上映，然后不能 any 台家去有一个思考，啊 any 他这个扎根母语怎么扎根，然后在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应该听什么歌曲？哦，咪做本台语写字做去强下堂，三位哈，你到三届地府卡都要讲客家话，错冇？全部要講客家話，係啊，雨欣有冇？冇啊，咁你係客家人，咁地府卡呢？你係老馬沙學客家話？冇啊，平常時冇講，係因為你一擺長通繞，是客家講係啊，是經學係嗎？你可以講華語啊，你還不會講不出來，你走在講方言啊。係啊。所以透過唱歌咪當我嘅方式哈。剛剛前番當上講話哈，平常時地府卡是當三萬講客家話唱嗎？唱。好，韓國老 Q 講記得要強下唱客家歌係啊。以前有。哦，頭擺有哈，你一擺做啲老母看見講，我有我自家嘅作品了，係那種專輯，哈，係冇當沙皮哈。其實講到唱歌，你一擺進前哈，大家都有自家嘅拿手歌哈。在了專輯地圖呢，叢林有自家獨唱一條歌曲，好，上南片改風，你係自選寫係嘛？係寫了條歌嘅了創作嘅統計係嘛解？因為你了種專輯係到關係流行、流唱歌嘅部分，啊唱歌嘅部分，你到羅屋書院，羅屋書院嘅了只舞堂哦，你到該主廳。那片錄音就現場的就是我們說野戰錄音室啊。哦，第幾個趟哈，景趟。對，我們去隔了一個隔間，把機器帶過去。提白哦，那個羅屋書院錄音的時間是下酒的時間，是該東西下酒時間有一陣風就很大，很大，就從那個松南片人家在回收，因為羅屋書院正對面就是松南片一片原野，是睇你兩白專輯的那張圖，那張圖法哦。所以松南片的風開始起頭，在下午這樣吹過來的時候，吹往這個三合院，吹往羅屋書院，大家感覺是很像祖先在呼喊，後代的子孫回來款養養啊！哇塞，都有感情啊！對啊，所以我就寫了一個松南片給風，因為記得講松南片係記得有關心嘅驕傲哦，他們的驕傲，所以非常漂亮的一片田。東江齊柏林他那時候空拍的時候，也有拍到這個松南片。所以咪因為安樣人吼，大家啲講信州有一張名叫做鳳山哦，真嘅鳳動台上是，所以安尼嘅米粉、安尼嘅起餅安有名咧。好，所以叢林做得為大家來唱兩句嗎？做得啦，耶！唔記鼓勵下。松南片放兩擺哦，叢林係都一開始是自家獨唱哦，對不對？因為他可以上映非常的好，可以常常代表學校參加朗讀比賽啊、演講，對不對？我們一起來合唱啊！松南片嘅風，吹了松南片中，夫婦相思長恨愛。轉風下情讓用，松南片改風。動靜中。哎呦，我唱起來那種發自內心那種動彈聲嘅聲。記得動電音聲，其實哦，那時都記得小朋友。接觸any客家的歌曲，其實很多管道嘛，從叢林去
啊，我一开始看到机的时间，从你唱哪一首歌给我听？茶色吗？查查什么？所以大声音唱的够我可能有人就唱八公八婆，某时间。那其实第一次见面，碰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去知道说要对声音对走的用伴唱图的东西，因为他们很多我说你唱首歌给我听，他说八公八婆莫斯给莫错，我说你大声一点。咱人讲哎呦冇准，因为老小朋友会熟了以后，整个走在看得到，记得喊哪都变化一哈。等下下转到节目当中嘅技术问题家人认识安尼关系了一群懂电音响嘅小朋友哦，饮杯茶技术转到福起来咧。所有的朋友，转到福起来咧！Rita 今晡日啦，残毒跳橋下啲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到電影社嘅通然哦，再次來歡迎之前啦三個電影社嘅小朋友 ，Hello！ 今日呢度從咧殘毒跳嗬，從起來正經當有咧嗬，我副卡係講殘國跳，殘國跳，咪有唐英講殘國跳啊。所以我副卡係講殘毒跳。殘毒跳，我好早的時間問我媽媽，因為我媽媽從小講我的聲音，很慘哦，殘毒跳哦，然後摸殘意思是，我說哎呦，好有順口溜，好可愛哦。那什麼我媽媽買殘毒跳，她就說就是小朋友皮啊，頑皮動殘，殘毒跳，那馬個毒跳，馬個毒跳，我媽說不知道。我媽媽不知道，然後我就問那個徐兆全老師，徐兆全老師就說，好早的時間記得有講殘毒跳，凍殘啊，殘毒跳啊，哎呦，所以安跳係啊，安殘哦，殘毒毒跳，所以就形容那個小朋友很頑皮，而像我媽媽講的哦，殘毒跳，摸殘你未燒啊，你是燒哦，用扮也係薄啊，你是從安尼兩生。基本以後雖然係姐姐啦、哥哥嘅身份，不過你真緊勢就你做爸爸媽媽嘅呢吼，看到聲音，佢當場就食材很富有趣，不過看到佢啱又當定影響。係啊，看見聲音講話，佢咪當小李啊。係啊，是係一樣嘅咩吼？家下咁我殘毒跳、殘國跳，發現冇強要，家下跳前吼，從領團你從咧上南片解放，同咧吹風，你哋講吹風係啊？係嗎？因為西安講菜咩？菜，係嗎？我不知道，都有講。哦，全部有講哈。哎，用你發現你哋咪話啲留言咪是在做討論啊？像記到無下，因為關係咧片有影講自然嘅，係有影講會了。不過記到嘅會了有老愛先做，我媽媽做背嘅嘛。係。那安尼嘅會了有對冇強用，我有時候也會困惑，因為我也不是語言專家，所以從我從上南片嘅風。吹你了上南片種，啊，長林就說，那不還講吹你了上南片種，然後我就覺得，是我錯嗎？然後我再回去問我媽媽說，吹你上南片種還是吹？我媽媽講吹，然後她還是很堅持是吹，然後我就上去查字典，發現是同義，真的是可以都通用。兩種是用音講。所以其實你擺做呢種通謠，其實本身我嘅想法係全部去了強。後來導關係做發現，導關係有啲人係講自然嘅，有啲人講回風嘅。係，韓國沒有時海啦。係。嚇。沒有時海嘅，所以我是導呢種專輯第二度寫歌曲是有差唔多7聲係回了強，有3聲係自然嘅發音，也是依照這邊的特性啦。
小朋友的发音啊去做矫正。所以春有设计过的啦，是讲动用心是出嚟啦。原来真是要走到听那动分的。係，家下頭先講到你進選嘅時節，大家唱歌俾你聽。我哋先嚟問小朋友，請問你哋哦，子軒哥哥，你的看到機、圍球機，對他有什麼第一印象嗎？感覺很有趣，哦，你球機動神奇，你覺得他很有趣？為什麼？看起來人很好。哦，实际人也很好啊。对我走的還可以，是不是？對你們也很好。我講都要唱歌係啊。好，幾講運動好，從零起到呢，你要改下歌。第一次看他就覺得他頭髮怪怪的，頭腦冇怪怪。韓國呢？相處以後呢，啟動兩半音。就是有吃到銀端有好嗎？有啊，有唱食東西嗎？有很多吧。哦，有小朋友幫你數埋咧，來正好，唐公醫師係該殘毒條哦，係冇？最慘的是，唔係啊，該子軒哥哥對你有好嗎？有。你哋喺練唱嘅時節啊，錄音嘅時節嗬，經用半音教你哋唱歌。係咪教你哋玩樂器嗎？冇啊，你有教乜嘅樂器？鴨子笛。啊，鴨子笛就是卡住笛啊，卡住笛。卡住。伊條留音的時節，因為我是到聲音重構啊，是重構聽的。那是想講送去到一隻卡住笛，所以你有一條歌叫《南部風》嘛，不水。有，我有彈不。你跳出了後天是阿弟故事盤魔鬼機咩？所以大家就一起拿那個卡祖笛在那個不。那有問題，你很配，表皮蓋上。不會，你小朋友嘛，那個以前我們講說南部風不水，就是說小朋友很喜歡吐口水。哦。他說他這樣噗，然後口水亂吐，然後所以媽媽大人就會用這個成語去。你愛用補的起風嘞，啊誰沒愛用補水漏太水嘞？啊，所以就是找他們一起在這個錄音哦，去參與，就是說這怎麼樣去捕捉一個聲音的有趣的畫面去模擬。所以其實留音其實美魔嘛，還是大家重構，不過錄音的經驗其實是很難得的，因為一般來說到台北錄音的話，你們要跑很遠，然後又是很不熟悉的地方。但是因為我們這一次把那個設備我們全部搬到羅屋書院去錄，對不對？所以你們有感覺錄音跟你們想象的不一樣？有沒有可能嗎？有，好玩嗎？錄音？聽到自己的聲音感覺怎麼樣？怪怪的感覺，不習慣，對不對？不管哈，平常時你講我也上到錄起來冇重要。所以禮拜長林有這個係獨唱，好唱得當好。韓國正紅他吹那個卡祖的聲音就被錄下來了，對不對？有起到這個動強嗎？冇。哎呦，冇用半音。韓國就個練啊。希望這個韓國進步錯嗎？當好。當曉得學習啊！哈，你一擺地度呢？每有一條愛歌曲哈，呢條歌曲叫童年。童年。你一成愛唱誒，先前冇呢條歌曲。耶！會唱嗎？會唱嗎？係啊，你寫歌時間，我咪係用佢條腔來寫，所以只需讓我繞場時間，我就當歡喜。然後歌曲希望大部分大家，我就小朋友唱是當適合，因為有種單純的感覺。因為我知道小朋友唱歌，佢哋唱台語歌曲有一隻問題是，佢哋會模仿和你台語唱歌的聲音。不過其實人家係就是一個，其實，在聲音的捕捉上面也不是好事，因為那個不是他們的聲音，所以他們會習慣會用很多的抖音在裡面的時候，我都要希望他們再拉回來一點點，去表現他們自己。是記到平常時講話的感覺會像，所以像 Rita 你的歌曲到底背度，其實你的唱歌聲音是很有磁性的，很溫柔的，但是對他們來說，他們要去想象，要去轉換。變奏佢哋會感覺細節其實係冇咁簡單，冇強用啦，因為我下台咧，生命係經驗嘛，冇強用。咁我咪就去動定一下，神經嘅童年，你嘅童年老佢哋有童年冇強用啊。不過
我俩搭配非常的好哈，所以了白做了专辑吼，通气就强下去，还没有一家通信的感觉，强下的关系哦哈，三位都带的关系，你们觉得关系对你们来说，你们觉得你跟大家推荐你喜欢关系的什么？仙草。哦，献丑，高 Q 地图没有献丑。献丑懂，邱连青走的嘛。哦，好是，真运动。他们听歌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那你弹音上过，声音弹过弹通绕，对对我们问他听什么，他说我喜欢听防弹少年。我说那你唱那个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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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就想那个 Big Bang 有吗 ？bang bang bang 有吗？他们就很快，他们就能感受。係，咱叫記得語言吼，所以講獻丑動好事，該從零起到關係嘛，該一點讚。喜歡嘛，該帶關係。喜歡什麼？都還好。什麼都喜歡，是不是？有不喜歡的嗎？也沒什麼。念書跟我一樣。所以小朋友講，愛帶兩愛是起到乜該是好吼，該盡分呢，起到關係乜該好？獻醜。哎呦，沒好是獻醜哦哈。緊緊的哈，關係。錄音的時候，他們吃了很多碗我買的仙草，每一首歌都要吃一碗。當好按用嘅長期來上揚為量哈，你按顧咗氣氛揚為好。其實自選了白老小朋友強下錄音哈，未上係呢做專輯比較新的一隻方式，新的突破啦。當然還有當到嘅咧，順感甜嘅咧心情和定價下轉到節目來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大家轉到福喜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嘅節目當中呢，你係通氣關係，咪就係講強下來嘅關係，看到底要買波呢？今日嘅節目當中當電影社嘅咧小朋友，喊個阿憲古啊，嚟到節目當中來分享啦，再次歡迎。大家好。係，今日嘅下嚟談到咧小朋友唱歌嗬，讓強下搭配，而且搭配非常好嗬。其實第一做專輯嘅時間。聽潮有挺多辛苦的地方啊，家是聽到講獻丑當好事情嘛，所以哥哥是跟賣獻丑不能行，但是會乖乖唱歌係啊。獻丑餅啊，係嗎？冰棒啊，對不對？又蠻辛苦了吧？你知道，做通宵到做這個專輯冇強用，這個係做得掌握吧。做這個的專輯是你想會講嘛該買，然後冇錯程度是好嘞。不過記得也只係專輯係本聲音堂的。所以記到的正音還有那個字，客家字，你客家的詩哦，那個正確度就要很高的掌握。其實我也不是對客家字、對客家的詩有動到的熟識，所以應該每會請啊徐兆全老師來填修你，然後再加上從記到，其實記到的客家話有種音係動好的，像長林的客家話動好啊。正紅其實也不錯，雨欣也還不錯。不過其他的小朋友可能記到才2年級，記到款華語字就有問題了，更何況是客家字。對啊。所以記到是用糖所以你教長。對，我就要一句一句要去教他們，像從 N 里有200到好高的，中了時間 N 里的練習是到好高，從早上我們大概都10點，大概要練到下午3點。中間有一個吃飯時間，但是我們每一首歌都要練很多次，因為其實記到好些時間係動腳嘅，記到係彈歌彈體，記到是做得唱嘅。不過像當中有到詞係像共燃，記到共燃，記到白煙燃，有時間記到像共煙。共冤，所以記到有時候你沒有聽到的時候，你會沒有注意到，因為我一個人要對這麼多小朋友的時候，有時候你過去的時候，小朋友你可以唱剛才那句給我聽，他們也很害羞。從記到好高，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啦，因為對於關係那邊來講，我們也想要做一個屬於關係的音樂的隊伍。那我覺得從小朋友這個時間開始練習，他們會有很多機會。從關係禮拜又動到法同，所以請記到去表演。從之後的東安古橋音樂會、緩緩生活節，就會因為這張同學關係，然後讓小朋友有更多的機會去參加呢啲才藝的事情，去本
网络影音来载体影音躺到记得有上映，在地就有这么多美好的声音，我们要好好的根源，然后 any 母语，any 来走 any 哈嘎位，就有这么多的宝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做整个专辑里面，对我来说，我也是学习啦，因为我也没有这么长时间跟这么多的小朋友一起相处。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小朋友啦，所以那款 Gideon 我不会觉得我是老师，我觉得我们就是朋友。从爱提白亲 Gideon 期间，我也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是在工作哦，我们在录音哦，我们不是随便参加一个唱完就结束的东西。还动引进的哦。你们做的事情，我说他们做的事情呢，就跟一般歌手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进录音室把歌唱好，把表情唱好，站在舞台上就像一个歌手。你们未来想做的事情，你们现在就已经在做。哇，所以大家都是小小歌手哦。好，可惜表演了哦，表演 Kitty 推档的时间。是不是要讲，自己就是歌手，就要好好表现，好有作品嘞，系吗？好，所以了摆了种专辑吧，本来唐唐一起咯，非常感动，因为我未信中音，好地图绕攝咧，冇強用嘅歌手，呢是信中音嘛，嗬，落來強下來做呢一種專輯，嗬，我咪看到大條歌曲都有幾個意思，就再一次重新編曲嘛，嗬，了擺美動貼片咪係啦，關係財鐵嘅社團協會嚟做合作。關係 any 了擺啦 any 關係嘅藝術小鎮發展協會，any 強下來合作呢一種專輯。因為關係藝術小鎮發展協會，佢哋故意是走動都法通，耕耘在地或者是電子老街的一些市集，或是他們在地的活動。我覺得其實在今年演出的時節，佢哋有歷史中是羅屋書院的四龍啊，經愛講要怎麼樣扎根這件事情，所以我們就想說，讓小朋友來主動的錄一張專輯。真的是在地的聲音，那我們這些其他的大人，我們來做一些就是音樂上面幫忙，但是我們要聽到他們的聲音。嘿，好，像你們這次做完了，你爸爸媽媽有聽到你們唱的歌嗎？有嗎？有。那個鄭紅的爸爸媽媽有聽到你唱的歌嗎？有。他覺得你唱的怎麼樣？他說再去跟舅公去。哦，因為鄭紅叫不卡姑姑，然後 Q 公都係歌手，錯嗎？所以你想當歌手，因為想要記到強安強嘅啊。係。哦，記得要教你唱歌，要訓練你嗎？要。哦要啊，當好。好，從細時候開始要教嗬。所以呢一擺呢，我想安做專輯嗬，喺個彩鐵上，包含呢一種專輯嗬，規則畫面。好，在資本睇一看，呢是係記得知道。東沙片、松南片，有可能冇安醬哈，好貴台片嘅平壤，好，你平壤食材凍醬哈，韓國你是係從齊柏林嘅空拍圖沒有嘛哈，所以當做安設計。我們這次請那個 Emma，她也是在石碇子關西石碇子老街的藝術家，她駐村，她是做插畫。所以兩種專輯嘅全部嘅圖法係去加法嘅，所以其實呢兩擺時我想做一種專輯係全部係在地嘅走法。我們過去可能也有很多合作的很棒的設計師，但是我覺得從在地長出來，所以應該平常時到朋友咧少改兩種專輯，應該是講兩種專輯係為關係上出來嘅專輯，它從關係長出來的。所以呢，大家強下好好來談啊！嗬，我想呢一擺嗬，大家係講想去買鑽石，用半年買，談講到挑擺買鑽石方式都冇強人。挑擺你有專輯上架，你是行一般的通路哦，是可能係唱片行啦、書店啦。呢一擺你想會從你關係開始來做販售。我們不是販上架那種大書店，而是選擇一些在關西在地的店家，比如說關西有一間麵店叫安谷麵，安谷麵老闆他也很支持這個。我還記得我們在開會的時候啊，我們就有提說，我們是不是可以跟在地一些產品來做合作？比如說你賣麵哦，那你買多少的量，我們就在專輯裡面做贈送合作。然後你知道在地人他們其實是很喜歡這個東西。然後安谷麵老闆說，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藝術品，藝術品不該打折。你買專輯我就送小菜。對，所以你會獲得很多這樣感動。所以這次在這個專輯的販售的點，我們特別選了，比如說羅屋書院，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可能安谷麵，還有一個是石碇子老街上面的一個集散點。
那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大家买专辑的时候就可以去到关西啊去找这张专辑的时候，顺便去关西走一走。啊，所以咧贵家咧买钻石的方式啊，本大家感受到有人情味。也都很重要哈，大家共下来关心哈。我想啊，以下节目档目以上哈，我也邀请小朋友共下来分享。你要摆从这张专辑哈，完成这张专辑，有没有想要说的话？不管是对子轩哥哥或对所有的朋友，有买不吗？很开心。东方喜，以后还想再唱吗？想。要不要叫所有的朋友大家都去买一张，听你的声音？好啊。等一下，阿聪玲呢？就是这张专辑，就是我们家里也有一个，然后弟弟听了，他们都会唱。哎呦，很会哟！所以你係姐姐，你係教記得唱下來唱好嗎？韓國用你獨唱哦，繼續唱下去哦，做得嗎？做得。做得，很會哦，該正好呢。用你係希望機嗎？有。佢講你係殘獨條呢？未。唔係哦，該好唱歌哈，以後咪唱下來唱客家歌好嗎？好。好哇，大聲音都安強啊哈！要不然還有動到小朋友佢就冇了啦，因為其實兩種專輯係有11首小朋友共下來唱的，他們每一個小朋友都參與的，就是有時候我覺得從小朋友的參與以後，連帶他的家庭就會一起參與。共下來支持。我希望的是，我們從這11個小朋友開始，有11個家庭一起在關係參與關於藝術的事情，然後每一年會有累積。安永是見到面都參加的那個藝術的事情。所以呢，安動感同唔單唱一種童謠專輯，地圖呢動到人味，動到感情哈，推薦俾大家。咪希望大家進步你哋收看咯。再次希望世界來比，希望你哋。希望大家。希望好，咪希望大家收看，大家其實聽你先生咧做運動了，長嚟了。